诗篇5章第1到第2节，咱做伙来念。耶和华，求你按耳孔听我的话，监察我的心思，我王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按落听我求救的声，因为我你祈祷。所接咱要做伙来为着咱个人的罪，也是属灵生命成长来祈祷，嘛为着咱个人各种的需要，也是身体，也是工课，也是教会服侍，拢献上祈祷。为着咱的家庭和谐，为着咱厝内面的平安，也是咱的健康，还有家庭的经济各种的需要，咱献上祈祷。咱做伙开嘴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我伫你的面前来领阮的罪，要使我的罪，主啊帮助阮，互阮无伫罪行，互阮成做主你所欢喜的百姓甲囝儿。主啊，祈求你赐我好身体的健康，我特别用动力。主耶稣，我的家庭，我的家庭，拢要交在你的手，对我的救赎我的家庭，是当和谐，我出去平安，我的健康，交在你的手，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真疼阮。当阮你认阮的罪的时阵，你就要赦免阮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，阮要常常谦卑，阮要常常来学习，互阮的生命会当活出主你所爱的香味。主，阮嘛要为着阮生命中各样的挑战献上祈祷。主，你是阮的牧者，你是阮一切帮助的来源。只有你会当帮助阮跨过生命中所有的困难。阮嘛要将阮的家庭、教会中每一个家庭仰望伫你的手，愿你圣手扶持阮、施恩保守阮，互阮每一个家庭、每一个个人，因为主会同在，阮的家庭得到平安，得到喜乐。阮安尼祈祷、感恩，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，阿门。煞接咱来为着教会每一个家庭来祝福，祝福别人是上帝，上帝最爱祝福咱，所以咱嘛来祝福别人。咱有权柄去祝福别人。好，搁来为着咱判别中的兄弟姊妹、这肢体，为因献上祈祷。咱知影的周报内面，也是你即马知影的一寡兄弟姊妹的境况。为着咱伫大业中，也是经济困难的兄弟来为因祈祷。检查咱伫真舒适的环境内底，咱袂当去体验经济困难遐兄弟姊妹的艰苦。咱为因祈祷，求上帝为因开路，特别为着哀伤中的家庭献上祈祷。哀伤爱真久的时间，所以咱爱常常替因祈祷，互因伫哀伤内面会当定心站起来。咱做伙开嘴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我们为着教会内底每一个家庭来祝福，主，求你祝福每一个家庭，万事荣幸，每一个家庭拢来经历主你的平安，经历主你的信心甲主。主啊，我们为着这判别中的兄弟姊妹献上祈祷。主啊，愿你的医治来临到每一个病痛中的兄弟姊妹，你注意，也是你厝内面，也是你疗养，主你平平看顾因，主帮助因要失到信心，互因的病痛会当得到医治甲扶持。主啊，特别为着大家中经济困难的家庭，我来献上祈祷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你是供应的主，丰盛的主。接咱来为第3项来祈祷，为着咱所徛起的城市环境的平安来祈祷，为着咱台湾的国际地位，也是台海关系平安，搁为着福音会当伫咱台湾每一个所在乱传遍。求上帝祝福咱台湾的百姓，人捌真神。我相信咱的身躯边有足侪人。伊毋捌上帝，因嘛毋捌福音，所以若有机会，咱就开喙来邀请，互兄弟，互咱的厝边，也是咱
厝内面的人会当来饮捌主。我真感谢上帝，虽然阮厝的人拢我的娘家拢是基督徒，婆家这边嘛基督徒，但是我的第二媳妇，伊旧年过来时阵，也毋是基督徒，但是我甲伊传托因，后礼拜要受洗，这是阮感觉真感恩的代志。有个人要传福音，传足侪年，但是伊真顺服，甲伊讲咱来受洗好无？甲囡仔做伙受洗，伊马上讲好，拢无怀疑。我问讲你为什么要受洗？伊讲伊感受到基督徒家庭的温暖，所以鼓励大家勇敢开嘴，甲你身躯边的人，甲伊邀请，互伊成做上帝百姓，这是真福气的代志。第四项，咱为着中东国家的战事来献上祈祷，祈求上帝平安的降临伫咱这战乱的国家。咱做伙开嘴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谢你，谢你是掌管一切主，主啊，你是主啊，去万天的主，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，求你保守台湾这土地，保守我所倚的一切的所在。主啊，你是主，求我的王，是我的主，不要离我而行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立就是看我们是我的心。希望是可惜，我的主推，希望的动作，做好福音上面在位，每一个人真正的这个念在里，主要是主要是我为着阿里中国的战术很久的为你来保守这个战术，让下面来结束，上帝稳定，在战争的国家三角区，所有面的第一个战乱中受伤害，上帝。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感谢你是掌管台湾的主，是阮所徛起所在的主。恳求你四围看顾保守阮，互阮所徛起的所在都有平安。主，阮嘛要恳求你来祝福台湾，这充满毋捌你的百姓。主啊，这毋捌你的百姓因何等需要你？恳求你使到稳定。互因拍开因属灵的目睭，来跟对你；互因的心拍开来接受你。主，阮嘛要将阮的国家交伫你的手里，也将中东这战事用放伫你的手，因为你是掌管一切主，你是公义平安的主。愿你将你的公义平安和平，就降落伫这个国家当中。愿咱的祈祷感恩，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求，阿门。所接，咱要来为着咱教会来祈祷，特别为着咱50周年所举办每一项的活动献上祈祷。咱较接近的就是4月26日下晡有圣乐队的观摩会。咱感谢主，互咱教会每一个事工拢真稳定来进行。但是咱要将这分享出去，咱毋是要偏袒家己，咱是要为着互相来分享，互相每一个教会拢受到造就。还有5月16日，咱有唯一的祈祷事工的研讨会，7月初4敬拜赞美事工的研讨会，8月初9，特别伫8月9月了后，互咱有感恩礼拜的筹备，佮有济事工要运作。咱做伙来祈祷，咱做伙来守望，咱每一个活动拢会得到主的带领，毋是咱会当做啥物，是主伊咱做啥物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主啊，阮的计划可能无够，阮的智慧嘛无
大愿，互阮教会在对外所有研讨会，也是分享会，拢会当带来每一个教会，互因影响咱，互每一个教会拢建立起来，复兴起来。主，阮将阮教会这运气，在要所举办的每一个活动、每一个演习会、每一个计划，交托伫你的手。恳求主，正做阮的牧者来引带，阮安尼祈祷感恩，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，阿门。最后，咱要来为着今仔日两堂下礼拜献上祈祷，咱为着咱的牧师今仔日的讲道，也为着咱家己、咱的会友谦卑领受的心来祈祷，也为着咱教会每一个团队有合一的服侍，为着主日学查经班，也是门徒训练。咱有两个门徒训练，的课程咧上课。那么最后啦，当心宣告富强教会是上帝所赐福的教会，咱做伙开喙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，上帝祝福阮今仔日的敬拜，主啊，阮将阮今仔日的敬拜，今仔日所有的服侍、交托、仰望伫你的手。阮阁要一摆宣告，你是阮的大牧者，你是阮的引带者。主，阮将阮的牧师仰望伫你的手，愿你祝福阮的牧师，互伊今仔日所讲、所开帖的真理，拢成做阮的帮助。主，愿嘛帮助阮每一个人谦卑的心来领受上帝你的话语甲教导。主，阮嘛要将每一个服侍团队仰望交托主，你是阮的牧者，你引带每一个伫服侍的岗位，拢有真好的服侍。阮所服侍的、所连接的，拢为着每一个会友也是新朋友带来更较好、美好的连接伫内面。主，阮也将主日学的老师、囡仔，因伫无论是教学。无就是囡仔，主啊，伫遮个细细的囡仔，拢是主你所交托的羊。愿你祝福赐福遮个羊，互遮个羊伫细汉的时阵，因为伫主日学内面来领受主你的真理。主，我嘛要恳求你，无论是查经班，有两个查经班，也是遮个门徒学校，你白白赐了智慧、能力伫老师的顶面。互遮个学员所领受的，拢成做因生命当中的帮助。主，我嘛要当心宣告，阮富强教会是一间疼人的教会，是一个复兴的教会，是一间为主传福音，是为主来行出真道的教会。主，愿你的赐福济济降临伫阮的教会。阮安尼感恩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，阿门。请咱起立。伊是咱的大牧者，伊是大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我一生只看看主的笑。伊是大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我的牧者，聆听我的声。
一个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，这最上帝主名。因为耶稣的天堂，因为耶稣我主爱，因为耶稣必主我主上万代，不是话语的应许，不是无通当上帝，因为耶稣三能让菩萨到底。因为耶稣的天爱，因为耶稣我主爱，因为耶稣必主阮主上万代，不是话语的应许，不是无通当上帝，因为耶稣三能菩萨到底。咱拢正做一个人。